的增进，以及对国民慈善公益习俗的培育。然后呢，纵观中国那个慈善业当下的现状呢，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学科理论观呢有很多的局限性，感觉到更需要聆听慈善实践家们在构建中国公益社会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这样呢能够避免自己学科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现在呢，让我们请索达基堪布用自己亲身的慈善经历，给我们开始佛教文化慈善的内外意义。我跟于丹教授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应该是疫情故事的慈善理念。但这个是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我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教徒，我们共同以不同角度就对慈善的认识做了一些阐述。我想这个有点理论化，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说是要多听一些穷人的声音，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向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有个别穷人的一些声音给传递给大家，这也是一种爱心传递温暖社会的一种表现。我总是认为所谓的慈善呢，并不是它是一个宗教徒才需要做的，它是应该是所有人的一个道德底线，应该是它是一种体现一种美德。这一点是刚才各大宗教的一些人士都讲了，按照各教的这个教义来讲，都有不同的阐述的理念方法。当然，我们按照佛教来讲呢，我们佛教认为，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也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教徒。既然是佛教徒呢，那么就是从中也没有一个非佛教徒。因此，我想，所谓的慈善应该是人人都必须要行持的。不过，现在我们的很多人的思想和状况呢，所谓的慈善就是一些宗教徒他们进行的一些行为，而且所谓慈善呢，也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在突发期或者说在某种意识的前提下举行的。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慈善呢，不一定是有很大的这个财富或者是权利，应该是每一个人呢，对穷人的一种帮助。穷人的帮助有几种方法，有一种人是财富很富裕的，但是心里特别贫寒的、贫穷的。那么这些人需要心理的对他的资助。有一些人物质富裕和物质生活很富裕。但是物质生活很贫穷，需要就是财务上面的这个是资助。因此呢，我们这样的宗教人士对开展慈善的会议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我认为这个还不及面不广，也和在中国来讲在国际上来讲，很多地方呢还需要就是进一步的我们的这个慈善的力量需要有所提升，尤其是像中国就13亿多人口的这么一个经济大国。那么作为慈善理念呢，我觉得是还要我们就是也跟这个西方国家就共同合作和共同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以前看过一个北师大的王振阳教授他的一个统计当中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慈善机构加起来大概是2000左右。而美国呢，人口大概是3亿人，但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慈善机构已经有100多万，而英国呢，不到1亿的人口，他们有16万家就是慈善机构，加拿大呢有8万家，所以从整个我们的人口和慈善机构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还要需要就是提升。当然，现在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
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宽裕，给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况其实中国应该说还有很多方面的跟我们的慈善就需要有一些跟宗教人士也好，非宗教徒也好，大家都是要共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合作、交流、论坛。这样以后呢，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会得到帮助。有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到，在城市里面的具有条件的这些人他们也许一顿饭，或者说是每一个这个比较名牌的这个衣服的钱，用来帮助别人的话呢，那么他们的穷人的一辈子的这种命运都可以改变过来。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是需要就值得积极的。我曾经为什么做慈善呢？本身我是